表，己戊之土义图表。17乾坤生6卦，6卦生64卦图。18、64卦反对变以不变图。19八卦64卦往顺来逆图。20本宫卦序表1、2。21本宫卦序原图。22本宫卦序相推之图。23本卦卦序表。24、64卦先后天消息全图1、2。25、64卦变通之图。26、12卦气图。27、12月卦图。28、12月辟卦图1、2、3、4。29、6日期分表。36日期分人图。31、99图数图。32、99方数图。33纳甲表。34纳甲图1、2。35纳成图1、2复歌诀。36纳音表复歌诀。37五行生克图表。38天干的支分和五行表1、2。39、12乘6和3和表1、2。45运6气图1、2复歌诀。立言。一义字符西画卦。一文一画。本和图画文字为一。虽太极等图。系后人传之。源流自远。讲义时。因病及各图。以资参政。亦为圣人明天道以令吉。令人道以治教。本无人道而治。有关内修性命之功甚多。故讲义因性义道功。一义记本天地之道未交。内中多产神鬼之德。阴阳之情。其义者，亦有尽性之诚。而讲义因助众人神因果之理。因义明神道。为民性命之源。吉凶祸福。均属义中固有之意。凡人生穷达受夭。皆有定数。不可妄干。则时义者。并明行藏之所宜。得失之有度。故讲义时。因助众吉凶毁命之说。而求其无备于术也。义者。包乎道德性情术象各类而言者也。言文必注意。言术必真相。因明思义。因类辩误。因实审题。不可偏执。故讲义时。务求其贯通一切。而动明圣人领导之言。言其中。重在术。言术。重在象。术见其细。象别其类。以真人事之所合。即以测天道之所宜。而见象必因师归。明术并后气运。天干得之。主义六气。地支啊。皆义所重。故讲义时。因必其战士之术。测验之方。因义之为交。原以受民全身之道。推之人人成物。以治国平天下。莫不贯通。而原始要中未必因义。人知其意。亦当求其先后。不可好为素以行怪之谈。故讲义。虽不能读王帝之早象。亦不可读废世之徒以哉以人也。一义道博大精深。不包备。内则修己以益天人。外则成人以一道德。而本末一以正之。其实中也。其义者既安思义。定其实行。务求行动显仪。言思不备。而能有德以为士则。有道以为人师。
庶可使义教众民，正道于广，以义之为交，始于古圣，产于道中，成于儒者，言义为经，只由玄妙，故该各教之义，及诸派之大成。其者当与圣人天下为公之心，亦本有教无类之体，不可自存满。吃素了，要吃素了。素是王以环保，救地球。著说不一，汉宋各异派，儒道不同宗，遂治议论分歧，真实局里，图乱人意，合并圣经，经之讲义，务求阐明为言，表彰至道，不执于宗派之行，不图为统一之轴，其令汉素的还有素的哦，能探经，强调那个素的。